下一位係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我有4點嘅。第一點咧就係今次嘅基金咧都唔係第一輪㗎啦，以前都試過，都應該係有講緊5億以上嘅。咁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過往用嘅錢咧，你哋有冇做一個深入嘅研究？究竟有幾大成效？你可唔可以話最少2個項目係使咗幾億元，而真喺業界裏邊咧呢2個項目咧係持續而有效咧，係令到我業界咧提升嘅管治能力。第二咧就我都跟進翻頭先素慧議員嗰個講法咧，你有冇一個 KPI 嘅咧？個5億元有冇一個成效嘅評估？頭先我聽到同事講咧就話機構寫個報告書出嚟，咁然後佢就完成佢任務啦，個 KPI 就喺嗰度啦咁樣。但係我哋使5億元喎，咁究竟你有冇期望喺業界裏邊咧係有幾大嘅進步啦？我特別係關心咧就係嗰個嘅系統資訊科技同埋嗰個數據化嗰個系統咧，係我哋需要呢個發展嘅。我哋應該善用呢幾億元咧，係提升我哋業界而持續地有呢個效果。究竟呢5億元達唔達到呢個目標咧？第3樣嘢就關於國情研習。我自己覺得個比例有點係不成比例，5億元裏邊有1億，即係20% 咧係做國情教育。嗱當然國情教育大家都明白係需要㗎啦。咁但係市面上政府好多基金都可以申請嘅。點解個5億我哋咁緊絀嘅資源有成20% 係擺喺國情教育？呢個比例你哋係點評估同埋點樣 justify 件事咧？第4樣嘢係我聽到咧，你哋都有諮詢嘅業界。當時有個諮詢會咧，係聽業界意見，但係未有具體方案嘅。而家有個5億元嘅具體方案，你會唔會同業界，譬如透過社聯又好，或者其他業界嘅機構咧，去再聽聽業界對呢個具體方案嘅意見咧？多謝主席。好，局長。多謝主席。主席，今日我哋都係聽委員會嘅意見嘅，咁所以我諗大家有意見都可以俾我哋睇下點樣去釐定嗰個最後嗰個申請。我哋講個業界啦，因為我哋希望即係政府同業界有一個 partnership 嘅關係啦，就唔係話你報告俾佢聽，然後佢跟住做。我諗呢個唔係我哋過往嘅傳統啊嘛。主席，我諗呢福利事務委員會都係我哋對於社福範疇一個嘅諮詢嘅委員會嚟，咁所以我哋聽呢個委員會意見都係十分之重要。咁就關於一個 KPI 咧，其實啱啱我哋都講咗咧，其實我哋一個係會睇翻嗰個嘅機構俾我哋一個嘅建議書。政府有冇 KPI？主席，政府我哋會睇翻機構個建議書咧，去睇下佢點樣去釐定佢哋一個嘅項目。即係政府自己冇一套嘅期望要求，提升業界喺資訊科技管治能力嘅要求。狄議員，你俾佢講埋先啦，好嘛？俾主席，我諗社福界咧，佢哋即係機構，佢哋係習慣咧，佢哋 FSA 佢哋一個嘅對同政府之間協議咧，係會釐定一個嘅目標，跟住咧，然後佢睇下點樣去釐定，我哋會再評估佢一個嘅能力同埋一個可行性嘅。咁我哋會用翻相約嘅措施咧，去睇翻佢哋而家去釐定佢哋自己嘅目標，同埋我哋睇下佢嗰個評估係點樣樣。多謝主席。有個問題我簡單再追問一下，過往使咗幾億啦，有冇一啲具體而有成效嘅嘢話俾我哋聽咧？答唔答到？如果冇書面咧？如果唔得就書面補充啦，好嘛？之後會俾翻。好，多謝。好，下一位陸漢文議員。係，多謝主席。主席嗱，行政長官咧喺去年施政報告就提出成立專項基金以支援社福機構嘅發展。咁呢一個咁嘅專項基金咧就涉及到5億銀。咁我都認為咧，其實都可以讓我哋嘅社福機構咧能夠提升到3方面啦，就係文件所講嘅管理能力、專業服務同埋國家。6個，咁我哋喺第2輪喺度劃線啦。咁每人就係因為我哋都時間，每人2分鐘啦，好嘛？好，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開咗一輪會啦，咁大家都支持呢個基金。咁亦都政府能夠攞5億出嚟咧，喺今時今日財政嘅狀況之下，都係一個好投入嘅一個做法。咁我哋肉緊在於咧，就係唔該啲錢真係用得到，真係提升到我哋機構嘅能力。嗱，主席，今日官員答唔到我哋，過往用咗10年，究竟有咩成績、有咩成效，又答唔到我哋。第二，嚟緊個5億想達到咩成效，又答唔到我哋。你話機構去申請咗錢，然後去做啲嘢。
咁如果係咪我哋政府或者我哋業界嘅最重要需要嘅嘢，而能夠提升我哋業界咧，又冇一個答案俾我哋。我呢兩個問題希望真係政府再諗諗。我哋希望善用呢5億，提升我哋嘅系統，提升我哋嘅人嗰個能力，而係你係掌握到件事，然後日後話俾我聽咧，有咁嘅成果，而家佢持續落去嘅。第二，職員培訓係同意嘅，攞2億元落去咧，我都得同意。但係我仍然有一個質疑。點解當中有一半，即係1億元咧，係做國情教育？因為市面上仲有好多國情嘅教育基金，而且頭先大家提到，譬如話虐兒嘅培訓啦、精神健康嘅培訓啦、家庭暴力嘅培訓啦，即係好多嘢都需要做。咁點解個比例咁就冇答案？可唔可以再俾我一個答案去justify件事啦？第三樣嘢要做好件事咧，一定要同業界有好溝通同埋協作嘅。我覺得而家政府喺呢個問題上同業界溝通係唔夠嘅。而家仲有時間，可唔可以同我哋心連心嘅團體啦、社聯啦，或者其他專業團體，而家有個具體方案，大家喺具體方案裏邊做好件事，我覺得呢個溝通係必須。好，局長簡單回答啦。請阿秦助理處長。唔該啊，主席。咁啊，就住嗰個社會福利發展基金嗰度啦，我哋即係詳細嗰個嘅評估嗰度咧，我哋稍後會再提供資料嘅。不過初步一啲嘅資訊咧，都可以俾阿議員參考嘅。咁首先呢，就係即係上一次嗰個基金嗰個嘅推出咧，其實我哋喺即係培訓方面咧，我哋受惠咗70幾萬人次嘅。咁而喺嗰啲業務系統提升啦，包括咧資訊科技同埋非資訊科技嗰度都有800幾個系統係推出咗嘅。咁初步即係我哋嗰個反應翻嚟嗰個嘅評估咧，其實都係好正面嘅。特別喺嗰個員工提升員工嗰個嘅能力啊、個專業知識啊、技巧啊，咁同埋機構嗰個系統提升上面咧，都係得到正面嘅一個嘅回應嘅。咁詳細嗰度咧，我哋稍後我哋再文件再補充翻俾議員。唔該晒。下一位係依個狄志遠議員。多謝主席。容許我講幾句批評嘅説話啦。我自己認為而家嘅精準扶貧咧，不精不準，亦都唔到位嘅。第一樣嘢，我唔知點解政府取消咗個扶貧線。當然啦，扶貧線喺全世界辯論都好多爭拗，但係扶貧線嘅作用最少有2點。第一，我哋睇到個趨勢，究竟香港喺條貧貧線嘅定義之下，究竟係多咗貧窮啊，抑或少咗貧窮？第二咧，你可以監察住咧係政府嘅表現啊！我哋做咗咁多嘢喺個扶貧工作裏邊，有乜嘢嘅進度咧咁樣？咁而家冇咗條扶貧線，究竟香港有冇貧窮咧？貧窮嘅位置喺邊度咧？咁即係政府講乜就係乜個，冇一個科學嘅數據。呢個第一點。第二，對象頭先局長都有答啦。而家就主要係老人家啦、劏房戶啦、獨居嗰啲單親家庭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社福界都講咗好，呢個委員會講咗好多，譬如話照顧者啦、殘疾人士啦、精神健康嘅問題啲人啦，呢啲都係一個好貧窮嘅困難嘅情況之下去生活嘅。咁局長都話遲啲我諗下啦。咁對佢嚟講，喂，你冇明年啦、後年啦，有冇個時間表咧？咁局長以前都答過嘅話，可能有啲殘疾人士都喺劏房戶住，咁但係又都唔係噶嘛。咁喺呢個計劃當中，佢哋係冇受惠、冇目標、冇方向。第三，我覺得工作係真係唔到位。我哋嗰啲獨居嘅長者，我哋揾啲關愛隊上去慰問佢，或者關心佢，甚至幫佢做啲跟進工作。呢個係咪就係解決到問題呢？頭先話我哋嘅師友計劃，局長，我如果幫呢班學生搞個生日會，我都可以話俾你聽有30個好處嘅。但我開個生日會，然後有30好處，係咪等於佢將來可以脫離貧窮呢？冇一個邏輯嘅，冇一個説法嘅。你有好處有，每個項目有好處，我唔否定。但係我哋今日係講扶貧啊嘛，係講脫貧啊嘛。你係老人家有人探下佢，青年人有啲即係私有計劃。我哋有啲社區客廳，咁大家空間多啲。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3年後佢哋就會脫貧嘅？你有冇呢個指標嘅？你即係話聽有好處，但係有咩嘅指標？係我哋嗰個精準扶貧係參考我哋國家嗰種嘅做法。國家嘅做法好清楚，有清楚目標，有具體時間表，有個社會動員。而我哋嘅工作就係頭先我講不精、不準、不到位。局長，其實我哋世界、我哋嘅社會裏邊仲有好多資源嘅，
係政府今日嚟講個資源係有限，其實個社會仲有好多資源嘅。我哋商界講緊 ESG 嘅，除咗我哋問佢攞地方出嚟用之外，我哋可唔可以有具體方法動員佢哋，幫更多嘅朋友，包括殘疾人士，包括照顧者，包括精神健康人。我覺得呢個動員政府力度係唔夠嘅。多謝主席。好，局長。好啊，狄議員提咗好多問題，咁啊容許我解一解啦嚇。一咧就我又唔同意佢話我哋做扶貧工作嘅唔夠精唔夠準嚇。其實你可以話過去扶貧委員會咧嘅焦點係唔夠精唔夠準。今屆扶貧委員會咧就希望做到，我相信我哋都可以做到係一個精準嘅態度嚟嘅嚇。因為通過我哋今次扶貧委員會嘅工作咧，我哋就可以希望做到咧喺針對一啲目標群組咧，就可以針對佢哋去做功夫嚇。譬如我舉個例子咧，譬如你講劏房戶咁樣嚇，劏房戶最缺嘅咧，未必係佢份工揾唔到錢，係住屋嘅地方嚇。咁所以呢個就係社區客廳。社區客廳點樣做咧？就其實正如狄議員所講咧，我哋就係要調動社會嘅力量，請商界去呼籲商界咧揾地方俾埋裝修嚇。其實唔係淨係社區客廳㗎，其他嘅扶貧項目我哋都會同商界去做合作嘅嚇。咁但係係咪代表政府個力量唔夠咧？其實政府投入好大嘅。我哋講呢啲項目咧，就係講一啲特定嘅精準扶貧項目，但係其實大家要留意咧，嗰個成個你可話個蛋糕底咧，就係政府喺社福、教育、醫療嘅投入，淨係呢三大範佔咗政府嘅經常開支差唔多係60%㗎啦。每年係3000幾億嘅投入，係幫緊佢哋。所以譬如啱啱議員所講殘疾人士啊、精神復原人士啊，佢主要服務係嚟自邊度咧？係嚟自社福系統已經提供咗大量嘅支援同埋大量嘅資金去幫佢哋嘅。咁但係倒過嚟諗，譬如話劏房戶咁樣咧。劏房戶其實如果淨係講劏房本身咧，佢掂唔到去一個社福嘅個袋入邊啊，係咪？嗱，你話佢好窮咩？佢又唔係好窮啊。你話佢有精神問題，佢冇啊。你係咪殘疾？佢唔係殘疾啦。但係佢嘅困擾係咩咧？居住地方太窄。咁呢個就變咗唔係單純一個社福嘅問題，係一個喺我哋眼中覺得已係一個精準扶貧要處理嘅問題嚇。單親戶一樣嘅，其實你見到嘅，我哋資料都有啊。譬如單親戶1/4係攞緊綜援嘅。有其他再攞，咁其實好多都係攞緊社會福利嘅，咁夠唔夠咧？其實都唔夠嘅，佢要更多嘢。譬如咩咧？我哋希望佢揾工，咁點樣可以幫佢揾工咧？佢最大嘅負擔就係佢啲細路仔，細路仔放咗學要去湊，咁佢要湊細路，佢話我又行唔開，做唔到嘢。咁譬如我哋做在校課後託管，其中一個就令到佢多啲時間，細路仔可以留喺學校，佢放心，佢可以揾份工，就算唔做長工都可以做一個兼職工。即係我想舉種種例子咧，見到我哋都係希望做到精準扶貧。至於嗰條貧窮線，大家都好清晰嘅，有明顯嘅局限性，亦都有佢唔妥嘅地方。所以我哋覺得咧，唔應該用一個單一嘅指標嚟度我哋嘅貧窮嘅問題嘅。我哋應該一個多面向、多維度嘅做法。呢個係正正我哋準備做嘅功夫。多謝主席。